第11題，咁啊佢俾咗 A 比 C 同埋 B 比 C 啦，咁啊通常呢啲我會咁做嘅，咁啊睇第一個比例 A 比 C 係5比3咧，直接就作 A 係5K 啦，C 係3K 啦，咁然之後咧後到後邊咯，B 比 C 即係 B 除 C 啦，係等於3除2，咁我咁樣寫咧，其實我就會計到個C 係3K 啊，唔好意思啊。係啦，我就會計得到咧，其實個 B 咧係4.5個 K 嚟嘅。OK，即係其實佢哋 A、B、C 嘅關係就係5比4.5比3咯。咁但係如果 long quad 咧就一定要用 K 啊，MC 其實你唔用都冇所謂嘅。咁最尾咧就放翻上去啦。你有 A 有 C 有 B 有 C，咁啊就會計到8K 比7.5K，個 K 當然弱咗啦。最尾8除7.5，咁計數機咧轉份數，你會計到係16/15，即係16比15就係最後嘅答案啦。睇住第一個比例，然之後直接 set 啲 K 俾佢，後邊再用解方程嘅邏輯去揾埋餘下嘅嗰啲 algebra 點樣可以用 K 去表示，最尾你就會計得到㗎啦。